洪都拉斯的总统讲，伊只是外交部长处理甲中国建交的代志。咱的外交部是呼吁洪都拉斯莫涉及中国的核战。阿根廷2月通货膨胀的年增率破3位数，达到102.5%，是32年来上严重一届，假失去甲上扬。杨祖庆摕奥斯卡影后，故乡马来西亚欢喜骄傲。不过，所有人放假消息，讲为着庆祝全国休假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昨是伫咧 Twitter 宣布讲，伊只是外交部长爱处理甲中国建交的代志。互人烦恼讲，咱是毋是要失去中美洲这个已经建交82年的邦交国？明明去年1月，副总统赖清德才倒去参加卡斯楚的就职典礼。目前外交部是表示，已经甲洪都拉斯表达严正的关切，呼吁洪都拉斯莫涉及中国的核战。再去外交部嘛已经调集因驻台湾的大使。因为总统蔡英文4月有出访的行程，国安局的副局长就表示，无排除是中国调工打压才会出现这款外交危机。也那是中国迄边是表示讲欢迎洪都拉斯表态。El pueblo hondureño siempre está agradecido con el pueblo de Taiwán por el respaldo, por el apoyo que nos ha brindado siempre. Hemos trabajado durante muchos años de la mano y esperamos mantener esta relación. 2022年1月，洪都拉斯新任总统卡斯楚上任，副总统赖清德亲身出席。卡斯楚表示，希望能够继续维持邦交。事隔1年，2023年3月14日，卡斯楚就伫推特宣布，已经指示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伊娜处理甲中国建立政治关系，代表伊决心遵守政府计划，而且甲世界各国斗阵自由扩大边界。外交部已掌握讯息，并已向洪国政府表达严正关切，请洪方认真审慎考虑，切勿落入中国圈套，做出损及台洪多年友谊的错误决定。我们欢迎洪方的有关表态。世界上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交的事实充分证明，同中国建交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外交部强调，台湾是友邦进行可靠的合作友伴，是跟中国并无真心真意推展合作。卡斯楚伫竞选期间就表示，若当选会马上开启甲中国外交交贸的关系。总统蔡英文4月要访问过境美国，中共是不是故意选伫这时间点打压？国安单位表示无排除这可能。这部分我们绝对不排除，在这个时间，中共采取一些国际的打压。可以回答清楚吗？可以讲一下吗？等一下。外交部处长吴在雷也伫11点召见洪都拉斯驻台大使布罗德，提醒中国承诺无法度落实。会谈气氛严肃，半点钟了后，布罗德离开时表示，也无受到韩国政府正式指示。目前台湾只剩14个邦交国，根据了解，中国外交部人员已经伫尼加拉瓜。若台湾无释出善意，上紧拜五，中国对甲洪都拉斯建交。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拍1年多，乌克兰对咧战场对抗罗西亚，嘛每接咧抢夺因国内瓦罗西亚势力。乌克兰政府最近就甲一个东正教教会赶出教堂，怀疑讲这间教会甲罗西亚暗中有咧往来。教会是坚持好人，拒绝搬走。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已经年多，乌克兰政府为着全面甲罗西亚势力扫掉，在礼拜5以教会甲罗西亚官方有密切往来为由，宣布结束莫斯科宗主教圣统乌克兰正教会使用基辅东区修道院的租约，期限是这个月29，意思是要甲这个教会赶出教堂。因为这个教会是强烈拒绝签署，不过已经先搬走部分的物件，以防万一。Столетиями относимся, не где-то как-то, мы столетиями относимся к церкви, которая имеет своим началом патриарха, и по этой причине делать из нас каких-то там, я не знаю, иноагентов, или я даже не знаю, как они там формулируют, кто мы для них, врагов делать. Это, конечно, не так, это неправда. Это наш народ, это наша земля, и это наша лавра, которая наша, которая. 这个古早型金色圆形厝顶的建筑是乌克兰重要的东正教修道院，内底莫斯科宗主教圣统乌克兰正教会
因为甲罗西亚正教会关系真密切。不过，第一届教会主教长今年支持罗西亚总统普丁拍乌克兰了后，就讲已经甲罗西亚东正教会断绝关系。不过，基辅当局不相信因的讲法，怀疑教会一直甲罗西亚地部有联络。去年也搁捌突袭去搜查，普丁政府批评乌克兰政府甲教会赶走，但在地居民反应是无啥共款。Уйти? 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своя церковь, киевский патриархат, украинский, все, ничего общего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Плюс там одни эти ФСБшники, КГБшники и прочие сидят. Зачем они нам тут нужны? 第一战争开战了后，乌克兰境内东正教嘛因为靠我罗西亚，或者是靠我乌克兰的立场派系分明。乌克兰最近创立属于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想要甲罗西亚切甲离一离。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南韩第一大钢铁制造商浦项钢铁宣布捐40亿韩元予南韩政府，委托基金会处理二战时期日本强制征调南韩劳工受害者赔偿的代志。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对3月20开始，唔但一般室内，连公车、地铁这款大众运输，佮有开放型药局，嘛拢唔挂罪案。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政府按算扩大1岁到2岁幼囡仔免费照顾服务，让父母会当安心回去上班。而且佮要拨4亿个英镑，提悬幼儿园园务的薪水，请佮较侪人加入这个行业。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因为银行倒去，美国的股市是连续大落3天，但中型银行股总算是开始回升，银行业崩盘的危机暂时解除。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俄亥俄州顶个月火车败马，涉入有毒的化学物。那当地检察总长对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提起联邦诉讼，要求铁路公司代赔偿。来看天灾消息，美国西花的加州是连续变大雨造大水，已经是有2万外人过不日中都爱撤离。也那是另外一边，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因为落大雪、停电停课，交通嘛拢袂紧袂当，大约是有5000架航班受到影响。潜水车无行抢渡路边交通的足迹，这位先生新买潜水机都好应用。Oh, it's like heavy snow, about a foot, and it's still snowing. 3月就要春天，不过美国东北部为新罕布夏州甲纽泽西州半日全部大在暴风雪当中，至少2000万人受影响。其中雪落上大的所在是马州西北部的温莎镇，积雪超过70公分。这场向来的暴风雪，至少造成26万户家庭停电，真侪学校被迫停课，陆空交通严重受阻。It's very dangerous to drive in the snow, and that's the problem. 一架载63人安身为纽约雪蛇飞去纽约市的达美航空班机，起飞时阵走出跑道，好加载无人员伤亡。不过这厉害天气，致使至少3900航班延误，1000架次航班取消。纽约州甲部分纽泽西州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This is a serious nor'easter. It is something to be taken extremely seriously, and that's what we're doing here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And we encourage everyone to heed these warnings. 气象预报显示，这场暴风雪继续到拜三，当局呼吁东部地区民众风暴期间尽量莫出门。美国目前正遭遇极端天气的相应打击，东花路大雪、西花市大气河流滚架、爆花板气，导致雨成灾，2万多人被迫撤离家园。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巴基斯坦的前总理伊姆兰汗因为任内非法甲外宾送予国家的礼物未调趁钱，佮隐瞒家己的资产，是去互法院下令3月70爱出庭。不过，伊说是以身体无爽快做理由无出席，所以警方暂时要去前总理引导掠人，说互伊的支持者主动起冲突。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的徛喺外口，大火是一直烧，关键是陆续向抗议民众发射催泪瓦斯，佮出动顶部水车驱离民众。这个冲突的原因是伊姆兰汗在2018年到2020年做总理的期间，涉嫌违法卖外国贵宾送予国家的礼品，佮隐瞒家己的资产，合法院下令一直70出庭，也不过伊使用身体无好做理由无出现。आज भी जो है ये एक चूहे की तरह अपने घर में छुपा हुआ है, लेकिन आज इसको इंशाअल्लाह ताला निकालेंगे, इसको आज इसको गिरफ्तार जो है वो करेंगे
और अदालत में पेश करेंगे। 警方去因有人喊的厝准备要逮捕伊的时阵，稍后伊支持者阻挡，为了阻止警方支持民众向远景牵石头甲砖甲，警方用催泪瓦斯甲定步水车阻止民众。这场冲突嘛造成10多名远景甲30多名民众受伤。因为人喊嘛伫15用录影的方式强调，已经有心理准备，可能要坐监，伊甚至嘛有签文件，会伫3月10日出庭。और जो कोड ऑफ क्रिमिनल प्रोसीजर है उसका जो सेक्शन 76 है उसके मुताबिक अगर ये श्योरिटी बॉन्ड दे दिया जाता है जो अरेस्टिंग ऑफिसर है उसके बाद वो अरेस्ट नहीं कर सकता। और मैंने क्या श्योरिटी बॉन्ड दिया कि मैं 18 को जो मैंने पहले से भी कहा हुआ था 18 को मैं अदालत में पेश होऊंगा। इसके बाद अब इसका कोई जवाब नहीं है अरेस्ट करने का। 伊莫兰汉伫去年4月互议会投票罢免，就一直伫各种职位要求暂时的总理夏利夫提前举办大选，甚至指控夏利夫伫去年11月想要暗杀伊。对于进前无出庭，伊莫兰汉表示，伊要出庭的法院进前发生过2届激情分子的攻击，有安全的顾虑，所以才无出庭。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来看世界各地钱变薄的情形。中南美洲第3大经济体阿根廷，伊2月通货膨胀的年增率是破3位数，达到102.5%，是32年以来上界严重的一届。市面上牛奶的价销甲去年比起来是已经起超过4倍，油价糖是已经翻5倍外。民生物资的价销是逐礼拜拢在变动。政府有出手限制大型超市起价幅度，不过效果并无介好。有人认为讲限制物件价销无法度彻底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应该减少印钱、减少公共支出，才有法度化解阿根廷的经济危机。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圣佛纳多的菜市啊，民众是直直看，不过买无啥，因为价销实在是贵到让人买袂落。Porque no hay nada, no hay plata. La gente no tiene, entonces ¿cómo compra? Los otros días vine y le digo, dame 3 mandarinas, 2 naranjas, 2 bananas y medio kilo de tomate. Cuando me dijo 650 pesos, dije, no, sacá todo, déjame los tomates porque no tengo más plata. 阿根廷国家统计普查局14公布的资料显示，2月份物价起的幅度有到 6.6%， 通货膨胀年增率是 102.5%， 是从1991年以来脱离恶性通货膨胀危机了后，成长速度上紧的一届，嘛是全球通货膨胀上悬的国家之一。甲从一个月来比，起的幅度上介悬的项目是食食甲饮料，有到 9.8%， 过来是资讯甲通讯是 7.8%， 服务业是 7.5%。当地媒体讲，物价大起，大部分是咧肉类，估是一个月内起的幅度都要到2成。另外，因为天气的因素，亲像是一直出现的小影、可汗，这拢大大影响精神啊甲米食的成长。当局长久以来一直拍拼阻挡通货膨胀，不过因的政策怎啊像一盘戏宝啊，转头效果歹。去年热浪经济危机上介严重的时阵，短短4礼拜就换3个经济部长。总统费南德兹甲副手克里斯蒂娜嘛对要安怎来处理经济问题看法是真无共款。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杨紫琼接做头一位奥斯卡亚洲影后，伊故乡马来西亚欢喜庆祝，首相安华嘛刊文章甲恭喜。不过，说是有人甲马来西亚报纸相片发布假消息，讲为了庆祝是要全国休假一天。首相办公室赶紧驳回，讲这是假消息。报社《星报》嘛伫因的网站用红字甲假消息写甲大字，提醒民众无休假爱会记得去上班上课。另外，杨紫琼这回得奖的作品《马的多重宇宙》摕到7项大奖，未少马来西亚戏院是搁开始放送这个电影，互影迷欣赏女主角的风采。吉隆坡街路徛一个超大的看板，恭贺马国志公杨紫琼得到奥斯卡史上第位亚洲影后。伊主演的《马的多重宇宙》摕最佳影片导演、原创剧本等7项大奖。吉隆坡戏院趁这一度伫14重新搁放送，互影迷批判。Being a Malaysian, I'm very proud that she inspired me. Just like me, my age is close, okay, with her. I don't think we passed our prime. Just the best has yet to come. 就差颁奖这一天，杨紫琼84岁妈妈伫真侪亲友甲影迷陪伴之下继续观礼。好消息是宣布，妈妈甲现场拢正激动欢呼。伊致辞时表示，要将奖献予妈妈，暖心感染真侪人。I'm proud of my daughter. She is a very hard working girl.
Despite being a family friend of the Yeoh family, I am not at all biased that Michelle Yeoh is very deserving in winning this Oscar award. 马来西亚安全局庆贺诞生第一位奥斯卡影后。首相安华透过媒体发文祝福，有网友解释马国报纸宣布首度发布假消息，用安华名义表示这是国家职工15全国放假一天。首相办公室出面澄清，并无奥斯卡固定假这个代志，呼吁大家唔通散布不实的消息。宣布也伫做着首度的页面加上假消息红色字样，强调网页互人冒用。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南韩最近阁推出一个新的女子团体，因跳舞的模样、歌声甲动作，拢甲明星韩团真相像。不过，其实因毋是真正人类。因的头一张专辑 MV 已经超过2500个收看，即摆嘛带大家来看卖。真流利跳舞迷人的声音，每一个动作拢甲目前韩国偶像团体无啥物无共，唯一无共的是因拢毋是真人。Make new wave， 안녕하세요， 메이브입니다。游戏的戏剧团员组成的管舞跳女团 MAV， 1月底发行头一张专辑，进军5、6届。因一个出道就上 MVC 音乐节目，用娱乐的方式演出，也吸引观众来观赏。MV 伫 YouTube 观看人数，较无2个月就破2000万。 메이브를 처음 봤는데 사람인지 가상인물인지 조금 헷갈릴 정도로 현실감을 잘 구현한 것 같고 되게 신기했고 저희도 친구들이랑 메타버스 많이 이용하고 있어서 친숙한 느낌이라 저도 같이 팬이 될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 这个女团的成员都那亲像真人同款，会伫社交媒体甲迷众问好，除了韩语，也阁会讲英语、法语、印尼语。因演出内容也拢特别设计，无论是音乐、舞蹈，甚至灯光等等，拢甲实际舞台演出同款，一点也都无凊彩。只不过戏剧偶像敢真正会当代替真人咧。 그런 사건 사고에 연루되지도 않고 한다는 점에서는 물론 뭐 현실 아이돌보다 나을 수는 있겠지만 그래도 아직까지는 그 아이돌 팬들의 니즈를 충족시켜주기에는 가상 인물로서는 뭔가 부족하지 않을까. 게임이라든지 웹툰이라든지 이런 걸 통해서 다른 부분들의 표현을 보여드리고 특히 게임은 어떻게 보면 간접적으로 간접적인 소통이라고 보여지고 있거든요. 制作公司对原有场5、6充满期待，因认为观众态度开放、接受度嘛悬，所以会推出更加活动活动，让MAV建立忠实的内容。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国际观光度假景点巴厘岛，因为常常发生交通意外，是按算要禁止外国游客坐奥多麦。而且当地政府阁点名讲，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游客上接违规，考虑要取消这2国的落地签证。 不过，这项政策让当地去观光食穿的当地人是真烦恼。听讲这疫情过，生理真无简单才恢复，时阵阁禁落，游客都阁无爱来啊。来景色真水的巴厘岛，一寡人介意骑机车，不过包括当地人在内，一寡人无注意安全无。这个外国游客阁车目提在慢慢地设计。巴厘岛政府无想阁忍受观光客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 berperilakulah sebagai turis. Kalau berperilaku sebagai turis yang baik, sebagai turis menggunakan kendaraan yang disiapkan oleh travel agent, bukan jalan-jalan dengan menggunakan sepeda motor, tidak pakai kaos, tidak pakai baju, tidak pakai helm, melanggar lagi, udah begitu nggak pakai SIM. Jadi ini satu pelanggaran yang buruk. 统计显示，为2月底到3月初，巴厘岛警方登记在案的外国游客违规件数有171件，其中包括使用假车牌、啉酒骑车弄伤民众等。所以巴厘岛省长暗算，透过地方立法来禁止外国人租用机车，无遵守规定的会予人吊销签证。这个省长阁点名俄罗斯甲乌克兰这2个人尚无守规矩。Я понимал, что я как бы нарушаю местные законы, но какая-то здесь обстановка может быть такая. И я к чему все это, что... 不过，这对其他伫当地 long stay 外国人来讲，真正是一个歹消息。 Je pense que ça freinerait un petit peu plus parce que c'est vrai qu'il y a énormément de circulation et quand t'es pas en scooter, en fait, tu passes tes journées en voiture, donc c'est pas possible quoi.
俄乌战争发生了后，俄国尤其是印尼人数上济观光族群之一，而且常常有超期做山工的情形。巴厘岛当局伫整顿交通乱象的同时，当地甲中央部会协商，无排除取消俄乌两国落地签证。不过，这限制游客的做法一个出来，当地旅游业者立刻反对，因为疫情了后真无简单，已经欢迎的观光业希望政府针对违规行为采取行动，卖规个全部禁止。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